第四組值得留意嘅呢，就會係見到身穿黃色衫嘅北岸學校范安榮以及藍色衫協一中學嘅吳月希。吳月希喺今朝早嘅1500米呢，亦都獲得銅牌第3名。如果大家而家留意到賽事咧，喺女子800米初賽第4組啊，啱啱喺頭位咧已經係有2名嘅運動員爭奪當中。不過見到咧就係今朝早獲得1500米銀牌嘅張允純嚟自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咧，暫列第1位。哇！但係見到咧頭4位咧都爭持激烈啊！見到咧後邊啊，暫列第4位咧亦都開始準備加速啊，而外線咧亦都見到暫列第3位。望下先，哇！全部都係藍色衫。嗱，見到啦，臨尾協恩中學嘅吳月希咧，亦都係開始爆上嚟啦。有冇機會見到呢一個第1名咧？一齊望下最後嘅5米距離。第1名衝線時間2分30.75。張允純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因為咧，我哋呢4組嘅初賽800米咧，都係要睇翻佢哋。